大家早晨，歡迎返到嚟。今日我哋想探討一個好似好輕鬆，但其實對好多人嚟講都好沉重嘅話題，就係冇咗張卡片，我係邊個？我身邊就有我哋最溫暖、好有智慧嘅嘉賓 Dr. Charles， 想同大家一齊拆解下呢個關於身份認同嘅迷思。其實我自己成日都喺度諗，我哋每日返工放工，個名前面加咗個 title， 好似 VP 啊、Manager 啊，甚至係某某大公司嘅員工。但如果有一日呢啲標籤全部攞走晒，我哋仲剩翻啲咩呢？ Charles， 你點睇呢一種卡片依賴嘅現象啊？Kathy， 你呢個開場白咧，真係觸動到好多人嘅心啊！其實喺心理學角度，呢種現象我哋會稱為 identity fusion， 身份融合。係啊，好多人將自己嘅 self-worth 自我價值同職業完全掛鈎。根據 BBC 之前有一篇關於 workism 工作主義嘅報導，提到現代社會已經將工作變成一種好似宗教咁嘅存在。我哋唔單止係為咗錢而返工，更加係為咗尋找意義。但係問題就嚟啦，當個職位消失咗，或者好似明報報導過啲裁員潮出現嘅時候，好多人會陷入一種身份真空。我覺得其實大家要明白，張卡片只係一個 role， 而唔係你嘅 soul。就好似演戲咁啦，你今日演個律師，聽日演個廚師，但係戲服下面嗰個人始終係你。我哋要學識分清楚咩係 doings， 你做嘅嘢，同埋 beings， 你係一個點樣嘅人。如果一個人嘅快樂係建立喺一塊紙片上面，咁呢種快樂其實好脆弱，因為環境一變你就覺得自己咩都唔係咯。所以我哋今日要傾嘅係點樣揾翻嗰個唔需要 title 去證明嘅自己。真係聽到你講 role 唔係 soul， 我心入邊好大感受。因為我有好多朋友，甚至我自己，有時喺一啲 social 社交場合，當人哋問你係做咩㗎？如果嗰陣時啱啱好轉緊行或者休息緊，真係會有一種講唔出口嘅尷尬，好似冇咗個職銜就冇咗同社會連結嘅門票咁。我覺得呢一種焦慮係好真實嘅，尤其是 INFP 嘅我，成日都好追求真誠嘅連結。但如果大家都係用張卡片嚟交朋友，嗰種感覺真係好冰冷。係啊，呢種社交焦慮係非常普遍嘅。你要知，我哋身處嘅社會係好中意結果導向。我諗起之前呢，明報呢有一篇專欄呢講過香港人嘅精英心態，就係如果你唔係喺嗰個專業圈子入邊呢，你嘅話語權呢好似會突然間細咗好多。但係 Kathy， 你諗下，一個有同理心溫柔、識得聆聽他人嘅你，同你有冇嗰張卡片有冇關係呢？完全冇，係嘛？其實呢，具啟發性嘅人生係由你嘅 character 嚟定義嘅。我成日同我啲學生講，你嘅價值係由你對世界嘅善意、你嘅好奇心，仲有你對生命嘅韌性所組成。BBC 曾經有一篇關於 quiet quitting 嘅深入分析，其實就係反映緊新一代開始意識到工作唔應該係人生嘅全部。如果你嘗試去發掘一啲同工作冇關嘅 passion， 例如畫畫、行山，甚至只係做一個好嘅聆聽者，你會發現原來你嘅世界可以好大。我哋要學識去標籤化，去睇見嗰個有血有肉嘅自己。你唔係因為你係一個 produce 先至值得被愛，而係因為你呢個人本身就已經係一份好珍貴嘅禮物。呢種概念嘅轉變雖然需要時間，但係非常之重要。Charles， 你講得好溫暖。我諗起有啲人退休之後，突然間好似老咗10年，可能就係因為佢哋嘅精神支柱一直都只係工作。如果我哋可以早啲開始喺生活入面揾到嗰啲令自己心跳加速、覺得自己活生生嘅時刻，可能當變動嚟到嘅時候，我哋會淡定好多。但係對於一啲已經習慣咗喺職場搏殺、將競爭睇得好重嘅人，佢哋應該點樣踏出第一步去揾翻冇咗卡片嘅自己呢？呢個問題問得好，我覺得第一步係要學識靜止。我哋現代人好驚停低，因為停低咧就會有恐懼。我建議可以試下做一啲零產出嘅嘢，係啊，即係一啲唔會幫你賺錢，唔會幫你加人工，甚至唔會幫你喺 social media like 嘅嘢，例如單純咁去公園坐下，觀察下啲樹，或者睇一本你純粹因為中意而睇嘅書。其實呢，身份認同係可以多元化嘅。社會學家成日講 identity portfolio， 即係身份組合。如果你得一個工作身份，風險就極高。你應該有朋友身份、家人身份、創作者身份，甚至係學習者身份。當你嘅工作支柱受挫，你仲有其他支柱撐住你。好似之前有新聞報道過，一啲高層喺失業後透過做義工揾翻自我價值。點解呢？因為喺幫助人嘅過程入邊呢，佢哋發現自己唔使靠權力，
單憑知識同愛心都可以影響到人。呢種內在嘅力量係邊間公司都攞唔走嘅，所以我會鼓勵大家揾一樣你真心中意做嘅嘢，唔好問有冇用，只要問你有冇趣。當你慢慢建立起呢啲小標籤，你就會發現張卡片其實只係你人生入邊好少嘅一部分。就好似一本書嘅封面，佢可以好靚，但係真正精彩嘅係入邊嘅內容。真係好有啟發性。我哋好多時都太過用力去證明自己，反而忘記咗點樣去感受自己。聽到 Charles 咁講，我覺得成個人鬆咗好多。原來唔需要完美嘅 resume， 我哋本身就已經係完整㗎。當我哋可以溫柔咁接納自己嘅脆弱，唔再俾啲銜頭綁架，嗰種自由先至係最真實嘅。Charles， 喺我哋結束之前，可唔可以請你提供2至3個反思問題，等我哋嘅聽眾可以喺今晚瞓覺前問下自己？好啊，我好樂意。大家可以試下問自己呢3個問題。第一，如果今日有一場聚會，規定大家唔准講自己嘅職業，你會點樣介紹你自己？你會講你嘅興趣、你嘅性格，定係你嘅經歷呢？第二，如果你聽日戶口突然多咗一筆錢，你唔使再為生存而工作，你會想將你嘅精力花喺邊度？嗰樣嘢可能就係你真正嘅靈魂所在。第三，喺過去呢個禮拜，有邊一個瞬間你覺得自己係最充實、最快樂嘅？嗰個瞬間同你嘅職位有冇直接關係？希望呢幾個問題可以幫到大家去剝開嗰層外殼，睇到入邊最核心嘅自己。記得你嘅存在本身就已經具備咗無可取代嘅價值。多謝 Dr. Charles 帶俾我哋咁溫暖又充滿智慧嘅分享。如果你都覺得呢集幫到你，或者令你對自己有新嘅發現，歡迎分享俾你身邊嗰位正喺職場努力緊嘅朋友。下集查找智慧，再見。